想減脂增肌，唔好淨係睇磅數，蛋白質咧先至係保住我哋線條嘅關鍵啊！節食減得太快咧，好容易連肌肉都會流失嘅，肌肉少咗，身體消耗能量嗰個能力啊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咧，當你一停咗節食，就會反彈噶啦。所以咧，我一直都好推薦我嘅客人要用佳能蛋白質粉，因為咧呢個產品好聰明，亦都好正啊！佢結合咗兩樣好正嘅蛋白質二合為一。第一就係芬妮大豆蛋白，咁呢一隻咧係植物性嘅完全蛋白，即係咩咧？就係齊晒9種氨基酸，仲要低脂、低碳水，唔含乳糖，腸胃咧好容易接受，吸收率咧亦都比較平穩，咁即係我哋嘅飽足感咧可以維持耐啲。咁第二隻咧就係乳清蛋白啦。佢係另外一個角色嚟嘅，佢會吸收較為快啦，有白氨酸同埋 BCAA 嘅含量咧較為高嘅。咁喺運動之後咧，要修復同埋建造肌肉咧，呢啲係一個好關鍵嘅營養嚟嘅。哇，一慢一快，一個手一個功，咁簡直係配合得天衣無縫啦。咁所以想減脂增肌，記住要不多一羹佳能蛋白質粉咧落你嘅奶昔嗰度啊！咁好嘅產品，記住唔好走寶啦〜